刚得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，请怎么说？今仔日的礼拜是一年最后一届的礼拜，咱阁同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也欢迎伫线顶顶观参加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为着伫今年过了无尽满意，伫今年过了无尽如意的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对你是一个邀请，来到主施恩座前，坦然无惊吓，领受主所有的一切恩惠。做恁及时的帮衬，记得耶稣所讲的话，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受困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首先同心祈祷。至圣至尊天顶的上帝，阮进入圣殿，进入阮心中至深的所在，阮来敬拜你，阮专心敬拜。阮专心感谢，阮专心学乐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放落一切忧闷、看路甲重担。愿主你特别纪念，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欠缺软者有需要的人，互因伫你施恩座前，领受今仔日的礼拜做因生命的帮衬。对阮讲话，享受圣神；对阮讲话，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。烧热阮的心，激励阮的心智，互阮伫你的面前勇敢壮胆，搁一摆向前行。主帮助阮，放落一切的拉山误会，放落一切的颠簸。伫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将旧的一年所互阮的伤害，甲阮心中负面的遐个垃圾误会、无好的思想，主伫要过新的年进前。愿将这的跨路重担拢放落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向前行新的道路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主对咱的邀请，咱来到主的施恩座前，领受伊的恩惠，做咱及时的帮衬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每一摆的礼拜，兄弟，你敢有？每一摆拢充满深深的热情。你讲今仔日是礼拜日，我要来去敬拜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来做礼拜时，请问你带着什么种的期待？敢讲敢若圣诞节咱的教会才当坐满满嘛？敢讲其他的礼拜日，咱无法度享受主耶稣降生的欢喜吗？敢讲咱来做礼拜是为着一份的热力，一块的糕仔饼，一份的圣诞节礼物嘛？兄弟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期待伫主的礼拜中得到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回应咱的祈祷。顶礼拜伫圣诞节了，有真侪人犹阁咧回忆遐尼水的圣诞节，遐尼水的布置。伫迄个圣诞节庆祝的礼拜的暗暝，是天要讲的事。上帝伫梦中，互我想到一条诗歌，就是今仔日圣歌对为咱所献这条诗歌。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。伫迄个天要讲的时阵，这条歌伫我脑海中间，我决定伫这个礼拜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。要甲咱祈祷，咱来到主的施恩座前，咱要做什么？咱要领受伊的恩惠，咱要领受伊的恩典，更较要紧，就是放落咱伫今年中间的受伤，包括遐负面的想法，遐垃圾。咱若捌出国旅行，咱知影去到机场，你的骹棒袂使超过23公斤，因为有限制一个一定的克数。除非你是坐头等舱的，当然你有特权，你通摕较济。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事，就亲像安尼旅行。新的一年要来临，咱毋通去带旧的态度；新的一年要来临，咱毋通带旧的遐怨叹，
劳苦忧愁。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候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帮助我放下所一切的牵绊，我要自由自在，迎接新的一年。现在这句话敢会当帮助你？伫新的一年来到主受恩就情，坦然无惊吓，勇敢向前行。求主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后礼拜的祈祷会提早到拜二，请恁会记，因为后礼拜的拜二拄就是跨年祷告会。我要邀请遐的姊妹伫今仔这个礼拜了后，你有2天的时间。你会当写你伫今年中间，你讲主啊，我敬拜你，伫你受恩造成一年来，我得到什么？就亲像今仔日咱圣歌队所唱这条诗歌，是盛小梅伊所写，爱你爱到底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放下一切忧闷快乐；来到主的面前，专心敬拜、感谢、而乐；来到主的面前，全然相信，不离不弃。无论什么种的环境，我的天父上帝决断无弃杀我。当我的陪伴，应该有的讲经文来帮助兄弟姊妹，伫来到主的面前，圣经怎样讲的是？主，我想到一个真够祈祷的人，叫做所罗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旧约，就是所罗门王的祈祷。所罗门伫圣经中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伊伫伊的一生中间有2个祈祷记载伫圣经的中间。第一摆的祈祷，伊甲上帝讨，主啊，互我有智慧。少年人需要学所罗门的祈祷。这2摆的祈祷拢是伫伊梦中，上帝甲伊讲话。第一摆的祈祷就是梦中上帝来到伊的面前，伊甲上帝讨，上帝问伊讲：你爱我为你做什么？伊甲上帝讨讲，互我有智慧。上帝欢喜，伊讲：你无讨荣华富贵，你无讨你伫地上的权柄、势力、金钱，独到你求你会当做一个好的工，有智慧来管理上帝所予你的工作。就像耶稣讲：先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，然后所有一切，我就拢要予你。亲爱的姊妹，包括咱教会这青年，为你的一生祈祷。所罗门的一生的祈祷，这2个祈祷记载伫列王记甲历代志。因为列王记甲历代志伫旧约的圣经中间是同一个背景，无同款的角度所写出来的历史的记载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历代志第7章，是伊的第2个祈祷。因为上帝和所罗门一生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使命，就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起头一摆，起礼拜堂。犹太人对亚伯拉罕信主到所罗门拄1000年，因无家己的礼拜堂，因拢伫布片的中间，伫会幕敬拜上帝。上帝和所罗门为着以色列人起礼拜堂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是以起礼拜堂了后献堂，王宫礼拜堂起了后，圣殿起了后，伫迄个真圆满的礼拜了后，迄个暗暝，上帝搁一摆来到伊的梦中，伊甲伊讲：我听见你伫礼拜中间的祈祷，我应允你，我的名要永远存在伫这个礼拜堂，我要阿耳空听。我要斟酌来看顾我的百姓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伫新的一年，上帝甲你讲，我要亲耳听、亲眼看。你愿意咱的上帝甲你讲，我的囝儿、我的查某囝，伫你头前的路上，我要斟酌来看你的脚步，我要陪伴你，我要阿耳空听你的祈祷。所罗门这2个祈祷留落伫以色列人历代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伫跨年祷告会，你敢会当写一张，亲像盛小梅伊写这条诗歌讲：爱你爱到底。我真好奇是什么种的原因，盛小梅写这条诗歌。我上网去 Google 找无，
因为伫所有的网络顶端，伊的答案是讲，宋小梅毋捌讲起伊为甚物写这条歌。但是咱看伫今仔这个时代足奇妙，有一种叫做 AI 啊。你若伫chat顶端甲问 ，AI 真正甲我回答这个问题。伊讲伫所有的网络顶端找无到作者为甚物写这条歌，但是真有可能。因为保罗伫圣经中间讲一句话，讲咱的上帝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。哎呀，今仔日这个电脑的时代，咱拢用咧打电动玩具。今仔日这个电脑中间，咱讲迄个543的，来来来去，咱惊人毋知影咱的存在。伫无伴的中间，咱世界团遐个姊妹，原咱伫今仔日，咱的上帝比这个 AI 甲网络。搁较会通帮助咱来领受伊的帮助，伫梦中的感动，甲兄弟姊妹表达上帝邀请。因为每一摆的礼拜，我拢会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爱我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中间，为着我兄弟姊妹分享什么种圣经的话？检查就是安尼。所以上帝伫拜一的清早，伊伫梦中，互我想着。来到主前，亲爱的姊妹，搁一摆代表教会邀请咱认真做礼拜，毋是为着这堂教会到年底会员大会，咱的人数甲咱的统计搁进步，毋是来到主的面前是为着恁，为着咱，为着咱个人。为着咱伫圣殿的中间看见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为着咱伫敬拜的中间，咱的心重新得到清气，放下一切忧虑重担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亲爱的姊妹，你愿意追求这个上帝吗？顶礼拜有一个从来毋捌踏入咱德登教会的一个姊妹。伊伫网络顶端甲咱做伙查经，顶礼拜我讲着，伊伫查经的中间结束挡袂掉，伊马上对家己开车来到礼拜堂。伊讲：我谁啊，较会去迄个我从来毋捌去的教会，啊，阁袂惊歹势。啊，我一个查经了后，我就开车对家己去找我想要去迄个德登教会。伊伫即摆。拄到雨生甲伊报礼拜堂，一个姊妹即摆坐伫第一个位，一个所在，伫遐安尼祈祷。当我甲伊叫的时，因为雨生甲我讲，牧师有一个人伫内底咧祈祷。啊，即摆我甲伊叫，伊听到我甲伊叫时，足歹势啊惊，流目屎，因为伊心中有动荡。亲爱的姊妹，唔通当咱有动荡再来找耶稣，唔通当咱拄着困难，无法解决才来找主耶稣。因为耶稣何等的奇妙，伊的凡事逐时刻拢要甲咱三甲伫地，啊，这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真爱来到你的面前。我期待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嘛无一定爱去德登教会。网络顶端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德登教会直播是为着毋免邀请恁来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。现在你讲是吗？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只要咱要追求伊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毋是伫 AI， 毋是伫网络，伊是伫宇宙的中间。咱就追求伊，伊就讲：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儿，你安静倒喺你的心内，我伫遐咧等你。我阁讲一摆，因为这是古人所讲分享灵修的方法。伊讲进入你的内心，上帝伫迄个所在咧听候你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重新倒到你的心内心的所在。你哈，牧师捌一摆用阿伯拉罕
受好调的话，甲恁分享，嘛是伫网络中间，伫咧半暝中间，上帝叫醒我读的时阵，拍开电脑，咧准备讲道片，一个短片走出来。迄个短片内底就是咧解说，上帝引带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，迄个圣经旧约的原文，迄个字叫做列哈，离去，这个字。伊讲，除了犹太人以外，无人会当读有犹太人的心声。因为上帝咧讲列哈的意思，毋是讲你去远远的所在，毋是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进入你的内心的所在。所有的翻译无人安尼解翻译，中文、英文所有圣经翻译无安尼翻译。但是犹太人讲，我咧犹太人的话，毋是干那讲你离开故乡。去迄个老岭甲比咧，迦南地安尼尔。伊讲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列哈，你去对，去你的内面，找到你家己。遮尔水的圣经的话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嘛甲你讲，进入你的内心，我伫遐等你，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，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，要过新年，除了清洁摒扫，拭落汤啊，拭落金，涂骹拭落清气，更加要紧，放落你心中今年所拄着遐个543个遐个伤害、负面的想法，你敢愿意？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天国。愿主帮助咱甲主讲，除去我所有的一切垃圾污秽。所以今仔日彼得前书伫这个所在，咱所读的，第一，你就除去一切，就是放落所有的颠簸，专心追求上帝伫咱人生中间要予咱的祝福，高高跳起，伫新的一年放落一切的颠簸，可惜啊，勇敢、欢喜、快乐。咱甲主讲，伫新的一年，互我享受你奇妙的有比。愿天要上帝帮咱，咱无将咱的看路忧愁，咱的目屎带到明仔载，一天的忧愁一天就够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犹太人讲不要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就是，毋通将你的受气带到明仔载，因为犹太人甲日头落去当作一日的开始，带甲咱倒边。咱讲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但是犹太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日落。真正犹太人是安尼咧算一新的一日，所以日头落去算新的日，所以毋通将受气带到明仔载，嘛毋通将本色带到明年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所听的姊妹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对上帝讲：主，我知影你听我到永远。今仔日盛小梅姊妹伊所写的这条诗歌讲：我要爱你到底，就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。兄弟，毋是干那咱爱上帝爱到底。主耶稣伫要离开世间的最后一个暗暝，伫马可的厝里内底，因做伙过迄个搬过这前的暗顿，就亲像咱的圣诞大餐。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：我要听见那属于我的人，我要听伊到底。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第1节，兄弟姊妹背起来，因为这句话是耶稣对咱每一个人所讲。伊讲：我要听你，爱你，爱到底。愿春天上帝听咱，愿主耶稣听咱。所听的姊妹。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今仔做伙做礼拜，拜日永暗9点，咱做伙伫教会内底过跨年的祷告会。愿主甲咱三合伫地，这条诗歌安尼讲：来到主的面前，放落一切忧愁重担。主，我来敬拜你，我要专心敬拜，专心感谢，专心学了耶稣的名，专心相信你的恩典甲你的应允。伫大水，伫大风雨，伫大火，伫艰难的困苦中间，
你对我有无气煞的疼，我要献报甲你3000斤，我要听你甲我一生的路话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决志好无？咱甲主讲，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，对我少年到年老，我要永远跟对你敬拜你。主，我要听你到永远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要对主耶稣讲，伫我的福音基顶观无限制当中啊，就这世间的荣华富贵，甲世间的真侪，保罗讲，为着主耶稣基督缘故，我看世间亲像粪扫，有一寡物件咱需要淘汰，有一寡态度咱需要放落。你若甲牧师讲，牧师有困难，我是一个无法度无烦恼的人，我是一个无法度无烦恼的人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个礼拜听圣经安怎讲，好不好？咱来读今仔日个圣经，伊讲坦然无惊吓来到主施恩宝座前，这就是今仔日个金句。领受伊的恩惠，做你及时的帮衬。纯粹双手来讨，纯粹双手来领受。进入礼拜堂，兄弟姊妹，做礼拜是小事，做礼拜是献报伫主的施恩宝座前重大圣人。伊讲恁都要亲像拄拄啊生的婴仔，拄拄出世的红婴仔，来领受上帝所赏赐恁迄个纯全清气的灵力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爱有赤子之心，有清气的心。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来啉。愿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当大人脱胎换骨，改变咱的习惯，改变咱的思想，放落咱遐负面的思想甲情绪。你讲牧师足难啊？是啊，就是因为足难，所以咱才需要信耶稣。可毋是啊？如果若无困难，恁就靠家己就好啊，兄弟姊妹。就是因为靠咱家己，咱无法度做，所以咱才需要。这个圣经中间所咧讲的耶稣，既然来啊，为什么唔专心来敬拜伊咧？既然选择做基督徒，为什么唔专心享受上帝所予咱的？一个世间中间最宝贝的活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你讲话。今仔日圣经有两个信息，第二个信息。就是起造你内心的礼拜堂，因为今仔日无论是旧约的历代志第7章、下卷第7章，或者是伫今仔日彼得前书第2章，伊拢讲起上帝的圣殿。所罗门是3000年前起耶路撒冷的礼拜堂，伫历史上伊会毁坏，佮重新起造。彼得前书伊咧讲起，你爱起造你内心的礼拜堂，因为迄个是上帝心灵的礼拜堂，是上帝的灵宫、圣神的礼拜堂。这两段经文拢来讲起造礼拜堂，甲咱敢有关系？耶路撒冷离咱遐远远，罗马梵蒂冈离咱遐远远，咱的圣殿伫什么所在？嘛无拄伫特定教会一间礼拜堂，伫网络电管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伊甲咱无熟悉，嘛无拄有机会甲咱做伙做礼拜。但是因的上帝甲咱的上帝，同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掌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罗门有两个真要紧的祈祷。牧师拄则有甲咱分享，伊求智慧，第二，伊求上帝暗耳通听，伊亲目睭来看过。记载伫历代志第1章甲第6章，列王记嘛有记载着这两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讨讲，主互我做一个会晓你祈祷的基督徒，毋是拗拗念。黑白念、灰煞煞，祈祷了嘛，毋知家己咧祈祷啥。
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真做基督的教会，真感动。美小接受今仔日的赎回基督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亲像美小的基督讲，主对你祷告年底，拄伫这个最后一个礼拜，愿伫你的面前往你基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伊会对所罗门出现，伊嘛会对你出现，你相信吗？迄个古早对暗时伫梦中对所罗门出现的上帝，伊嘛伫即个顶礼拜的拜一，就即礼拜顶礼拜拜一的清早的时，伫我咧困的中间，忽然有一条诗歌，一句话来到主前，伫梦中被划看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足甘甜的经历。这个上帝有缘的讲话，你爱伊对你讲话吗？古早咱的信仰的前辈拢讲，第一是咱用人的言语向上帝祈祷，伫暗时，上帝的圣神进入你的梦中，奉主耶稣的性命祝福兄弟姊妹，恁拢有福气。会通伫梦中听见上帝的话，愿天父上帝亲自对你讲话，大大赢过牧师讲道互恁听。愿天父上帝甲咱讲，今仔日伊讲啥？第一，贪人无惊吓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第一个信息，就是来就近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就近上帝的人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放落一切负面的想法、无好的情绪、搞生气、搞跨路、搞烦恼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重整我的内心的自我图像。你若去找精神科医生，还是个社团人员，伊常常拢会关心到人的内心与自我的图像。咱对家己的自我图像，那是自爱自怜，咱就自卑；咱的自我图像那是一个碰风无实在，咱就容易骄傲、虚假。人需要有健康的心思意念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彼得甲伊的兄弟讲：拄去。兄弟姊妹，恁都一定先读这段话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牧师无真充足，通一句话一句话，什么是叫做恶毒，什么叫做诡计，什么叫做假好，什么叫做怨妒，什么叫做诽谤。牧师真无够几时间，一句一句解说互咱听。但是你若安静，你甲圣神问讲：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互我重新亲像红鞋啊，甲我洗清气。互我的心清气，主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伊搁落去，伊讲恁要亲像顶头生的红鞋啊。这个所在无讲重生，但是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比如亲像拄拄出世、拄啊生的鞋，心无心灵转的呢。恁去看中文的翻译，叫做纯全的灵奶，清气，旋转的灵。旋转的上帝的灵力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养赐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有把握。愿天父上帝小事在做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伊要互咱担着主稳定的慈悲，长大成人。彼得前书2章20的最后一句话讲：恁就要长大得着救。愿主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互咱享受做基督徒迄种的欢喜、满足、荣耀。你讲主啊，我会当活伫这个世间做你的囝子，何德何能？主你才能听我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今仔日的金句两段，耶稣所讲的话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今仔日的礼拜最主要就是要对你最近若拄着艰难困苦有看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你，亲像迄个来到德登教会伫礼拜堂，伊要找迄个
伫查经中间所咧讲的上帝，迄个姊妹，亲爱的姊妹，就是耶稣。伊讲见若劳苦，着磨背当担来就的人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我伫遮，主我伫遮。希伯来书伊讲，恁着好胆，就近稳定的宝座，得到怜悯，得到稳定，做恁及时的帮赞。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话帮赞兄弟姊妹，恁起做恁勇壮的灵命，伫主的面前亲像所罗门，也亲像彼得。伊讲起做人心灵的灵宫，愿天父上帝帮赞咱。所以第二个信息就是兄弟姊妹，得当教会从来就是要帮赞人，伫这个所在经验到，祈祷得到上帝的接纳的教会。首先对咱开始，这间教会兄弟姊妹，若无都经验到，当你祈祷上帝听，当你祈祷你感觉上帝回应你的祈祷，那安尼咱的信仰是一个抽象。咱的信仰是一个看袂到、摸袂到，毋是。咱的信仰是一个会当经历，虽然看袂到，但是这个上帝，咱知伊伫遮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嘛要甲咱讲，伊讲我已经听到你的祈祷，我经这所在，我听到你的祈祷，我经这所在。兄弟姊妹，我送恁一句话，我甲咱做伙读一段圣经，我要邀请恁，你看手，你也主讲，主是，今仔日我知你甲我讲，你听到我的祈祷，你嘛要踮伫遮，兄弟，这就是今仔日咱对上帝所领受，毋免伫梦中，上帝将伊的声，伊讲。我爱耳讲听，我要亲目睭看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咱拢享受这个上帝对你讲话，上帝对你显现，上帝甲你同在。新的一年，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一体。伊讲我已经竞选这所在，我分别以这做圣洁，我的名要永远踮伫你的内底。我的灵嘛，要永远踮伫你的内底。所定的姊妹，你若将主的名放伫你的内心，尊主最大。你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永远无弃杀咱。所以保罗讲：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；看似软弱，却是刚强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就是安尼。我毋免有一个真济的金额的账号，我会才能快乐。满足的喜乐的人，毋是因为伊有足济，迄个原因是因为伊无欠亏。满足的喜乐是，我毋免拥有足济，但是我只要无欠亏，我就会当有满足的喜乐。对物质单纯，对欲望单纯。对引诱单纯，饲就红个啊！因为主讲，我是以貌为你的上帝，我甲你三角地地，我要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。所罗门就是安尼，亲像耶稣讲，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。所以所罗门伫圣经的中间，真做一个后代犹太人因所尊敬的一个人。上帝好有智慧写箴言，上帝好有智慧写传道书。上帝好所罗门的智慧，伊嘛要互咱。记载伫以赛亚书11章第2节，伊讲耶和华灵要踮伫伊的内底，伊就会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跟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咱来到伊的面前。兄弟姊妹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伊的礼拜堂，因为咱的生命要起造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
彼得伫伊个前书第2章内底讲，耶稣就是一块活石，触角头的石，世间人感觉看袂起伊，嘛不在乎这个人。但是当基督徒知影讲，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宝贝的活石，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彼得讲，恁都爱伫伊的顶悬起做恁心灵的殿。因为我的主耶稣甲我讲，你叫做彼得，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伫你的手中，恁会记吗？伊讲，伫你的心上，我要起做我的圣殿。耶稣就是咱每一个人内心圣殿迄个触角头的石。为什么叫做活石 ？Rolling Stone， 有一个英语的诗歌，一个出版的迄个音乐公司叫做 Rolling Stone。什么叫做活石呢？这句话有美感，因为活石伫犹太人的话，希伯来语内底，活石叫做会变。上帝的囝叫做变，有讲无？变就会变。犹太人咧叫讲，我是啥物人的囝？囝迄个字就是变。活石叫做会变，佮加一个 THE， 就是迄个囝，迄个石头。有奇妙无？这句话，活石的意思就是你要真侪活跳跳上帝的囝。你若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起做你的生命甲你的信仰，你嘛要亲像伊，真侪活跳跳上帝的囝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这个圣经所传说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我来敬拜你。我要甲我的主耶稣同齐敬拜你，专心敬拜，专心感谢，专心学乐。专心相信，主愿你到我三角地底，我要就近你，我要就近这个主耶稣基督，我要起造伫我生命中间心灵的厝，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接纳。愿今仔日听见这段圣经的话，对心中相信，佮甲主讲阿门的人，愿恁大大福气，愿咱大大福气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受称叫做上帝的囝。伊讲，这个宝贝要归伫伊所相信的人，伫主耶稣基督的顶悬，这个触角头的石，要起造恁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到代代无尽，所听的姊妹，互你的家庭叫做上帝祝福的家庭，互你的生命。真做一个不带有垃圾的生命，除去所有的垃圾污秽，除去所有的这虚假、假、诽谤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耶稣做你一家之主，主耶稣做你家庭的主。阿妹姐，练心上伊讨什么话？伊讨讲，你敢会当甲牧师讨讲？我想要有一个耶稣的道。耶稣有听的，不是干那教会送恁100道。亲爱的姊妹，爱将咱的耶稣比神主牌仔更加重要，传到代代无尽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圣殿，阮安尼敬拜。愿主你继续对阮讲话，教阮的行行顺顺，永永远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圣诞节这期，阮回想主耶稣降生；伫圣诞节这期，阮搁一摆学乐赞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一份宝贝的礼物，是活命世间的真光。这个主耶稣就是阮触角头的石，就是阮的活石，互阮真做上帝活泼、活跳跳的惊钱，到代代无尽。愿你的荣耀伫阮中间，愿主你的恩惠。甲阮的家族同在，到永远无尽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